湖景花園終於有放盤，依家即刻上去睇。你覺得要幾大間屋先至可以擺到呢組傢俬？你覺得喺邊度可以揾到一個咁大嘅雙開門？我哋今日睇呢個係2105尺湖景花園，喺南西環呢個位置。我哋可以睇睇呢個廳究竟有幾大。房間佈局非常之簡單，呢度有間長輩房，亦都有個工人房。我哋先睇長輩房，係間套房嚟嘅。廚房嘅位置空間係絕對夠大，入邊有個工人套間。圍翻嘅尺價都係5000零蚊啫，成間屋2000幾尺 ，total 有5間房。我哋睇睇入邊嘅間隔啦。呢邊有間客房，亦都係望到湖、望到旅遊塔嘅。前方湖景，側邊旅遊塔，經過個標準嘅客廁。入邊呢度有間套房，唔計工人房嘅話，成間屋有3間大套房。主人房呢度有個套間。呢個衣櫃有幾長有幾深，你就知呢間房有幾大啦。主人房嘅景觀會再近多少少望到半岸塔，側面同樣係望到湖景。3面落床絕對係基本。鏡頭前嘅你對於呢個2105尺1995年31年樓南西環湖景花園有興趣5房嘅話，尺價5000零蚊尺，喺後台留低聯絡方式，關注晒所有平台。我係 Oscar，再見。